2個月大嘅魚仔應該啱啱60日左右，最大嗰條有2cm，而家死剩7條，非常搶口啊！但係仲係食緊豐年蝦，仲未可以開始食紅蟲啊，或者大豐年蝦、冰豐年蝦都未敢食。好，睇下個爸爸同媽咪先。喂，呢個爸爸。呢個佢阿媽。